早晨，大家好，進一裝修，我係周生。今日同大家嚟到呢一個單位就係東涌長東邨4至5人單位，間4間房嘅裝修設計。好，第一間房。好，第一間房就係一個細緊房嘅位置啦。咁啊，通常呢一個本身嘅門窿咧就係有3尺半左右嘅。咁啊，今次啦，呢一個房門就係喺右邊呢個位置掩門去窗邊進入。然之後呢度有整大概1尺闊嘅空間，咁呢度會做翻一個到頂嘅收口櫃。咁呢個收口櫃咧，其實就可以俾廳用啦，或者俾房用啦咁樣嘅。OK， 房門推向窗邊，會見到有一幅牆身。呢一幅牆身到其時就係放一張4尺嘅地台床啦，床頭位置喺呢一度嘅。OK， 咁啊呢邊就係床尾。咁啊床尾啦就會見到有一幅牆啦。咁到其時咧喺呢一個位置，就會係一個4尺闊嘅吊衣櫃啦，然之後旁邊就會係一個梳妝台，然之後上面就係一個書櫃咁樣啦。好啦，咁然之後喺4尺嘅床架有剩啦嘅地台啦，就會係做埋呢一個地台嘅揭板儲物咁樣嘅。OK， 然之後睇下第2同第3間房啦。第2同第3間房就係喺呢一個大房去到做出嚟嘅。OK。咁好啦，呢一個房啦，闊度咧就係有9尺多啲嘅，咁所以可以做到有2間房。好，首先左邊第2間房，門口喺呢度進入，入到嚟之後喺窗邊嘅位置就會係一張3尺嘅地台床。OK， 床頭啦，呢個係床頭位置，然之後喺旁邊呢度咧，到其時就係會係一個3尺闊嘅床下衣櫃，去俾翻呢個地台床使用。咁點解會係床下衣櫃咧？因為喺右邊嘅房咧，到其時係一張上床嚟噶嘛。咁上床咧，其實佢呢一個位置就可以做到一個床下衣櫃，俾翻呢一間房用。喺呢一個衣櫃嘅側邊，到其時就會係個書台，書台然之後會係一個書櫃咁樣噶啦。咁所以呢一間房咧，就會係有床、有櫃、有台、有書櫃噶啦。OK， 第3間房。咁第3間房咧就喺呢一個位置度進入，到其時呢度會有翻一幅木廊去到做間房啦。好，房門向牆身掩開，然之後進入就會係一張3尺嘅上床，3尺嘅上床，然之後喺下床位置就會係一個衣櫃、書台，然之後埋邊牆身就會係一個書架。OK， 咁然之後就會做一個活動嘅掛梯做上落。咁呢一個活動掛梯咧，咁喺唔使用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將掛梯拎去另外一邊擺放。OK， 咁就1、2、3、3間房啦。然之後第4間房，第4間房咧就會係喺呢一個窗邊嘅位置。OK， 窗邊位置。咁呢個窗邊位置咧就有8尺多少少嘅。OK， 咁喺呢一個牆身3尺半嘅闊度，就會係做咗一個到頂嘅櫃啦。然之後有埋一個書台啦。OK， 放完個櫃有剩呢一個位置，放埋一張6尺3乘3尺嘅床褥。然之後咧有剩嗰半尺咧，就會係做埋一個少少嘅樓梯級，做一做上落咁樣嘅。OK， 咁樣就1、2、3、4間房啦。好啦，跟住然之後，我而家企緊嘅呢一個位置，將來就會係梳化。咁然之後咧喺呢一個牆身就會係電視機櫃啦，電視機櫃啦。好啦，然之後呢一邊就會係大門嘅位置啦。通常呢度都會做一個獅字櫃啊嘛。咁今次就少少唔同啦，就會係客人會將個雪櫃咧放喺呢個獅字櫃嘅右手邊角落頭位。OK， 放完個雪櫃就會做翻個獅字櫃啦，有台面啦，然之後下邊就做鞋櫃或者係呢一個儲物櫃咁樣啦。好啦，咁然之後喺本身放雪櫃嘅牆身呢個位置，咁樣就會係做翻一個到頂有台面嘅鞋櫃，係啦，上面就做儲物櫃咁樣啦。好啦，然之後到廚房。好，廚房啦，我通常都會幫客人做呢一個假天花啦，然之後喺窗邊嘅位置啦，就會係一個煮食爐啦，上面對翻個抽油煙機啦，咁然之後上曲尺櫃，下曲尺地櫃。OK， 將來呢一個位置就會係做星盤，然之後咧喺呢一個位置咧就會係做翻一個台下嘅大眼雞啦，係啦，一個曲尺地櫃啦。好，跟住然之後到洗手間。洗手間咧，咁呢個位置咧就會係做翻一個 PD 門啦，係啦，趟切門啦。跟住然之後入到嚟就會見到將來咧就會係一個上下嘅曲尺鏡櫃 ，OK， 連洗手盤咁樣啦。咁然之後另一邊就會係座廁啦，係啦，咁啊企缸位置啦旁邊 ，OK。咁就呢一個單位間4間房一個設計。多謝大家嘅收聽收睇 ，OK。咁嚟緊亦都會繼續有唔同嘅單位同大家分享一個少少嘅裝修設計。Thank you，拜拜。